大家好，今日希望同大家介紹賽馬會深度遊計劃。呢個計劃希望支援每個人喺生活入邊建立有效嘅心理健康自我照顧習慣。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麥詠詩教授創立咗呢個深度遊平台，希望支援大眾，尤其係適應緊成年後角色同責任轉變嘅青年，通過自我照顧嚟培養自己嘅心理健康基礎。透過提供免費、實證為本嘅心理健康資源，我哋希望為會員提供各種唔同嘅途徑去減輕情緒困擾、改善心理健康同埋提高大眾對照顧心理健康嘅意識。喺2024年中，我哋踏入咗計劃嘅第3階段，擴大咗同各大專院校嘅合作，希望可以為學生建立更全面嘅心理健康支援系統。除咗平台提供嘅免費資源，包括文章、課程、練習同實體活動之外，喺獲得學生嘅同意下，當平台察覺到學生嘅心理健康有需要嘅時候，校園嘅心理健康服務可以存取呢位學生會員嘅平台進度同埋聯絡資料，希望可以咁樣增加學生獲得更貼切支援嘅機會。我哋嘅平台嘅內容包括線上嘅資源同線下活動，去支持會員嘅心理健康。喺入咗平台之後，你可以完成簡短嘅評估，去了解自己嘅心理健康狀況，並且根據結果去獲得內容推介。你仲可以定期完成評估，觀察自己心理健康狀態嘅趨勢。我哋嘅 AI 心理健康夥伴阿本，透過對話去同你一齊反思同釐清對你嚟講自我照顧嘅意圖同目標，陪你開始建立自我照顧習慣嘅旅程。平台包含各種形式嘅心理健康內容，你可以按照住自己嘅節奏去閱讀，當中包括短篇文章去討論蘊藏喺日常生活嘅心理健康話題。我哋嘅心理健康課程提供更深入同互動性嘅內容，等你可以按住自己嘅節奏同需要去學習同實踐各種經實驗證明有效嘅概念同埋技巧，減輕情緒困擾同改善心理健康。呢啲課程同學堂涵蓋唔同嘅主題，其中包括情緒調節、個人成長同人際關係等等，亦包含唔同長度同語言版本。為咗輔助會員建立習慣，平台亦都有一個練習庫同埋規劃功能，去減低你喺建立習慣嘅過程之中嘅阻礙。除咗網上課程嘅內容之外，平台亦都有一個網上討論區。透過提供一個安全嘅空間，俾會員可以同其他同路人連結，去分享個人心理健康同自我照顧嘅經驗。我哋仲會定期舉行唔同嘅線上同線下活動，包括工作坊、每月靜觀練習，同埋由臨床心理學家帶領嘅心理治療小組，希望提供各種自我照顧嘅選擇俾大家。通過唔同嘅資源同活動，我哋希望盡量提供各種方式，等唔同需要同偏好嘅人都多一個選擇，去探索適合自己嘅心理健康自我照顧工具。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加多我哋嘅工作，歡迎關注我哋嘅社交媒體平台，去了解我哋嘅最新動向，一齊成為深度遊平台嘅會員，開始你嘅自我照顧之旅啦！